石岐嘅奇觀悅來啊，重磅推出3棟151方嘅戶型。今日小葉啊，就過嚟睇睇實際嘅情況係點樣。奇觀悅來以 1.5 嘅超低容積率，響石岐城心呢一塊絕版嘅地段打造終極豪宅，48000方嘅園林，坐擁5大主題公園，亦都係中山首個規劃公園式嘅藝術商業嘅小區。通過低密規劃同豪宅門檻，實現業主自然篩選，園林、泳池、車庫同外立面已經全部實現實景呈現。距離南外環同博愛路僅500米，30分鐘通達全城。最緊要係所屬嘅學區正式升級為楊仙日小學，仲配備100年嘅物業品牌太平戴維斯，安全安心有保障。151方做到5房3個衛生間，超大嘅陽台啊，將公園直接搬翻入屋企。3.3米嘅層高，實用率高達120%，搭配住 Total、科林、高怡等一線品牌，豪宅嘅質感啊，直接拉滿。間房嘅尺度啊，超闊落啊！主人房大步入式嘅衣帽間，完全匹配你對生活嘅品質嘅追求。點個關注，我係你身邊嘅房產專家葉小姐，我哋下一期見。